喺鏡頭面前準備緊嘅呢，就係有另一隊隊伍，國泰航空嘅千紙河班車。見到有佢哋嘅空中服務員啦，同埋哇，班車上面有好多紙飛機喎，因為佢哋話紙飛機呢，就係代表咗美好嘅旅程，歡慶璀璨繽紛嘅每一刻，並且將祝福飛到去每一個角落咁話喎。漫天飛舞嘅紙飛機呢，就意味住解放咗所有人嘅想像，讓所有人嘅夢想自由起飛，旋轉成為飛機陣容，由香港出發，展開精彩嘅探索之旅。燈軌指引住航線，亦都照遍咗世界各地每一個角落。國泰航空公司也是香港的農曆新年花車遊行的主要支持者之一。係啊，每年都會看到他們非常漂亮的花車。嗱，另一部咧，亦都係由國泰航空公司贊助嘅花車咧，就係江蘇藝術團啦。是江蘇藝術團匯集了江蘇全省各地的藝術精英，體現了江蘇目前最高的藝術水準。這一次藝術團的成員分別來自於徐州歌舞團、蘇州昆劇院、江蘇省雜技團以及南京小紅花藝術團。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的演出表演相當的多元化，既有楚漢之風的歌舞，也有詩情畫意的昆曲。我想現場的朋友可能聽得更清楚一些哦。另外，我們可以欣賞到精彩絕倫的雜技，也有一些充滿童趣的少兒器樂。樣樣都基本上齊㗎啦，除咗雜技，因為部車太細，冇辦法喺上面灑到雜技過嚟睇。但係小朋友玩樂器啊，同埋等等歌舞